今日驗完之後，部車有冇買到啊？冇買到啊，因為就驗咗有少少有問題，即係有嘅，咁就取消咗交易佢。馮生你好啊，我係香港驗車朱生啊，你好。係，你好。啱啱咧今日咧12點鐘約咗我哋喺西九龍中心咧驗咗一部 Stepwagon 嘅係咪啊？係啊。我想問下，其實點解會揀喺西九龍中心驗咧？因為就方便一陣間驗完車就可以過去隔離算領。OK， 咁但係今日驗完之後，部車有冇買到啊？冇買到啊，因為就驗咗有少少有問題，即係有事故嘅，咁就取消咗交易佢。OK， 咁都問一問啊，因為其實我哋公司經常都提醒客人啦，未驗車前就唔好落訂啊。咁其實今次呢部車你有冇俾到訂金或者俾到任何錢嘅？有啊，俾咗個500蚊嘅訂金。500蚊訂金。咁但係當中有冇話有啲咩協議？話如果有咩問題可以攞翻500蚊咧？冇㗎。冇嘅，咁啊純粹即係大家當留架車500蚊。咁但係今次驗咗出嚟咩事故咧？係個尾嗰度咧就有撞過，同埋個門都換過嘅。咁我就唔考慮要啦，咁就。明白，咁其實都要讚一讚馮生你啦，即係你能夠攞翻嗰500蚊訂金，同埋最重要嘅好多時咧，即係買賣雙方經常訂立一啲即係模棱兩可嘅條款嘅，譬如大撞水浸、積木車，咁呢啲咧其實你想攞翻個訂金就好難噶啦。你今次攞翻個訂金，我諗應該都係你哋買賣雙方，可能大家都有個共識，就係如果有啲咩事故大問題咧，都係攞翻500蚊，係咪啊？係。OK， 咁啊，希望你下次即係再要驗車嘅時候能夠順利啦，好冇？冇問題。OK， 咁啊，下次都揾你哋嘅，放心。好多謝。阿馮生有啲咩提醒其他啲買家咧？最緊要揾你哋公司驗清楚咯。除咗揾我哋公司驗清楚咧，之前咧都要同賣家咧訂立一啲協議，咁啊防止真係有問題嘅時候攞唔翻個訂金啦，同埋最好都係嗰句唔落訂金就最安全啦，就係咁啦。好啊，唔該晒馮生，多謝你先。好 ，thank you，拜拜。香港驗車20年嚟不偏不倚，冇車行資金，唔受車行操控。HKMI 香港驗車，香港人嘅驗車公司。